我哋係莫富族人，係山脈嘅人民。我哋靠種小米為生。住喺呢度，你要不停工作，就好似所有喺我哋身邊嘅昆蟲咁。如果你懶，就會過住連螞蟻都不如嘅生活，因為螞蟻總會揾到食物。沿住喀麥隆嘅極北區，有一列連坐不斷嘅山脈，佢係曼達拉山脈，莫富族人嘅家園。旱季即將完結，呢片土地好快就會有充足嘅雨水，播種嘅季節已經嚟到。農民喺每一個窿撒落幾粒小米種子。山區人民嘅生計同生命就有賴呢啲珍貴嘅穀物，但係莫富族人要同昆蟲打交道，先可以確保有好收成。部分昆蟲係盟友，受族人膜拜；其他就係要交戰嘅敵人。呢啲書你睇下，我哋嘅生活同昆蟲一樣，佢哋同我哋一樣，要儲存小米嚟養活自己。而家所有人都等緊落雨，冇雨水就冇食物。睇下啲黑蟻莫拉克聽已經偷緊我哋播下嘅第一批種子。呢啲蟻同 Diruba 白蟻係最困擾我哋嘅蟻。當我哋忘記向祖先致敬，佢哋就會食我哋嘅糧食。嚟到5月，仍然未落雨。每一年，村民都會擔心冇雨落。族人齊集喺族長身邊，族人可以趁機提出個人問題，揾出解決嘅方法。你呢 Sidi 有冇問題？除咗遲遲都未有雨落之外，我仲擔心緊另一樣嘢，白蟻 Diruba 侵襲緊我屋企嘅牆同屋頂，而且好快就危害到我嘅穀倉。我已經用盡方法破壞佢哋嘅巢穴，我唔知仲可以點做。有冇人有辦法？唯一可以趕走 Diruba 嘅嘢係 Jaguarafa 呢種蟻。當 Jaguarafa 要獵殺白蟻，佢哋就會走晒，唔會再翻嚟。係，但係 Jaguarafa 唔係話嚟就嚟，要佢哋幫手，我哋要祈禱先得。咁樣佢哋先可能會趕走你屋企嗰啲白蟻。係禱告激發佢哋去同 Diruba 戰鬥。有冇其他辦法啊 ？Jaguarafa 好難揾，我個屋頂已經冧咗。你要尊重傳統，就係因為你藐視呢啲嘢，你先有咁多問題。我揾緊辦法解決問題，我冇藐視任何嘢。我哋話咗，清除白蟻嘅唯一辦法就係揾 Jaguarafa。白人唔係用一種藥粉除白蟻嘅咩？咁你有冇錢買啊？你唔尊重傳統，就會有應得嘅報應。你係咪忘記咗你嘅祖先啊？你應該要學識祈禱，學識自己解決問題。我要解決方法，唔係更多嘅問題。聽住，帶我睇下呢個白蟻竇，等我試下召喚 Jaguarafa。白蟻已經令 Sidi 嘅屋頂有幾個位置冧咗，唔盡快將佢哋趕走，穀倉同裏邊嘅小米就可能會被侵襲。對莫富族人嚟講，小米被偷走係好嚴重。年老嘅 Meskalawai 帶住神聖嘅粉末紅者土，準備用佢將 Jaguarafa 引入白蟻丘。行近啲，白蟻竇就喺呢一度。
佢哋嚟到呢度，然後爬上屋頂。我哋召喚 Jagrapha， 佢哋會處理呢個問題。Jagrapha， 我哋需要你。Jagrapha， 我哋獻上你哋喜歡嘅這土。Jagrapha， 請聆聽我哋嘅禱告。你啲仔女會唔會嚟呢度？會。請 Jagrapha 放過小朋友同埋動物，只係獵殺呢啲屋內嘅白蟻。睇下，白蟻 Delibra 嚟啦，希望 Jagrapha 回應我哋嘅請求啦。當一個白蟻群遷入斯迪呢種傳統房屋，佢哋會揾到充足嘅木、稻草同種子，呢啲都係白蟻嘅主要糧食。不過喺斯迪間屋冒出嚟嘅土丘，只係白蟻丘可見嘅部分。裏面嘅隧道網絡延伸到幾米下嘅地底。白蟻丘內有幾百萬隻蟻，佢哋擁有整個動物界其中一個最有組織嘅社會體系，有幾個階級。外形突出嘅兵蟻擁有強而有力嘅下顎同巨型頭部，佢哋負責守護整個蟻丘。工蟻就忙於蟻巢嘅整體管理工作，包括位置同照顧幼蟻、搜集食物、建造蟻丘。有翼嘅蟻先可以進行繁殖。佢哋好快就會離開巢穴，飛去其他地方建立新嘅蟻巢。每一隻蟻都有特定嘅職責。呢啲工蟻負責照顧皇室配偶，尤其係蟻后。如果我哋將蟻群比喻作一隻生物，蟻后就係佢個心臟。蟻后身長可達至20厘米，而且時刻被照料。蟻后係蟻群唯一嘅始祖，佢喺皇宮內養尊處優。巨大嘅腹部會通過肌肉收縮軟動，不斷產下數以千計嘅蟻卵。10年嘅壽命，佢每日可以產下3萬粒蟻卵，即係每日有3萬隻白蟻加入蟻群，擴大各個階層嘅規模。當中有幾千隻蟻會瘋狂咁築巢，可以令蟻巢每年增高超過1米。喺呢度睇下，我個屋頂俾 Delibra 整冧咗，佢哋周圍都係。佢哋一定已經係嚟咗一排㗎啦。佢哋布滿橫梁，情況唔多好。佢哋喺牆內掘隧道上到屋頂。係，你可以見到佢哋喺牆上邊掘嗰啲窿仔。如果佢哋侵襲我個谷倉，可能都會整冧佢。如果我個谷倉冧咗，我啲小米點算先？呢啲白蟻係咪會幫我起翻個谷倉？俾啲耐性啦，好快就知道佢哋聽唔聽到我哋嘅禱告。如果 Jagrapha 蟻聽到佢哋嘅禱告，應該過幾日就會出現喺斯迪間屋，將貪得無厭嘅白蟻趕走。但係當乾旱持續， Jagrapha 會喺地底尋找涼快嘅地方棲身，唔會聽到人嘅呼喚。咁嘅話，佢哋就要去搜集 Jagrapha。無脊椎動物，乜嘢係無脊椎動物？
冇骨嘅動物。大家鼓掌。好嘢！做得好！無脊椎動物就係冇骨骼嘅動物。邊個可以講出其他無脊椎動物？羊。喺村入邊，喺大自然嗰啲羊，羊冇骨嘅。你食羊肉嗰陣唔係咬到骨嘅咩？白蟻，全班一齊講。白蟻。有工蟻，工蟻係負責揾食物。有兵蟻，佢哋係守衛。我哋見到兵蟻有紅色紋，佢哋負責保衛。仲有蟻后，換言之係所有蟻嘅媽媽。所以我哋知道白蟻有3種，係邊3種啊？兵蟻。兵蟻。工蟻。工蟻。蟻后。答得好，大家鼓掌。爺爺，呢隻係咩蟲嚟㗎？佢係益蟲，就嚟落雨嘅時候，佢就會走出地面。如果你喺田度見到佢哋，就要快啲去犁地，好快就會落雨㗎啦。族長以鼓聲通知村民將田地準備好，小米種子已經埋喺泥土下幾個星期，等待雨水降臨。頭幾場雨嘅降雨量必須要充足，因為經過幾個月嘅乾旱，硬化嘅土地會快速吸收雨水。多得呢啲雨水，微細嘅小米種子會長成茁壯嘅幼苗。亦多得呢啲雨水，令昆蟲由地底下走出嚟，再次喺田地同村落棲身。感謝充足嘅雨水降臨。不過地底下嘅居民好快就俾暴雨帶嚟嘅洪水淹沒。莫洛克汀蟻嘅巢穴暫時失去秩序，大家都掛住逃命。第一場雨